阮既袂当阁啉，就愿意独自等伫雅典，打发咱的兄弟伫基督福音上做上帝执事的提摩太前去，坚固恁，并伫恁所信的道上劝勉恁，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，因为恁家己知影，阮受患难，原是命定的。阮伫恁迄边的时阵，有先讲互恁，阮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恁嘛知影。为此，我既袂当阁啉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恁的信心如何，恐惊迄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恁，叫阮的劳苦归伫多人。但提摩太拄则为恁迄边倒转来，将恁的信心甲爱心的好消息报互阮，佫讲恁常常纪念阮，切切地想见阮，如同阮想见恁共款。所以兄弟啊，阮伫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恁的信心，就得了安慰。恁若靠主徛立得稳，阮就活了。阮伫上帝面前，因着恁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，可用何等的感谢为恁报答上帝呢？阮任下切切地祈求，要见恁的面，补满恁的信心的不足。愿上帝，阮的爸，甲阮的主耶稣一直引领阮，甲恁迄边去。各愿主叫恁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，拢会增长充足，如同阮爱恁共款。好互恁当阮的主耶稣，当伊众圣徒来的时阵，伫咱爸上帝面前，心内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